好来，乡亲继续来看时罕儿基金会台北的工作室，是专门提供予唐氏症、自闭症甲脑性麻痹者作业的场所。本地打算要搬到古亭的捷运连开体，但是管委会惊会影响到房价，所以强烈来阻挡。问题是，安尼共看无目的，安尼共阻挡，敢有道理呢？ 社会大众对身心障碍者的不了解，误以为他们可能不能够融入在社区里。他是不是要干嘛，或是觉得说你就是一个更加不一样的孩子？对孩子跟对我们来讲，其实都是很大的一个压力跟伤害。 今年自治会开军为3岁半迄年被诊断出有自闭症，开军自治会的人生突然出现完全不同款的色彩。对话不到2分钟，他就知道这孩子不一样，能力程度比较差。中正纪念堂是新电线，什么颜色的？绿色的。正像1日现杂志，开军用眼神探索世界，面对像开军这款特殊的囡仔，做老母的都要用加倍耐心，一步一步加引导。自己会不会回家？不会。不会哦。 你自己会搭车吗？会，我喜欢看电台。你喜欢看电台？你喜欢看什么电台？喜欢看广播电台播送节目。我自己就会用我自己好像在带小孩子的方法去跟他沟通。凯君自己会像钟摆这样子左右晃动，它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。 欢喜顿下开军每一天拢会来遮报道，这是时罕儿基金会台北的工作室，专门提供予唐氏症、自闭症、脑性麻痹等等障碍者的细型作业所。一般的人对于身心障碍者可能会觉得，你怎么好像不太受控？其实不是的，其实这些的汉儿们，他们只要跟他们好好的沟通，明白他们的特质，其实他们都是一群可爱的天使。你要把这3个做完，是不是？ 一间细型的作业所会使服务20位身心障碍者，囡仔真专心伫遮做顶头，而且因做简单的代工，学习生活技能，表现也较好咧，会使到庇护工场得到正式的头路。兼顾囡仔打拼建立的小世界，有可能帮忙。 在现况底下，就连在议会也有少部分的议员用比较不雅的字眼来形容身心障碍者，那甚至也阻挡着他们的入住。今年7月，社会团体集合抗议，因为开军甲囡仔收作所本来打算要搬到固定的捷运连开体，和管委会强烈的阻挡。 6月中的时候，我们得知管委会有一个临时会要召开，有提案了，可是这个提案没有获得通过，所以有些委员退席了，这个提案就没有办法在那里面进行更进一步的说明。台北市消费局为了服务新障者，以每个月10万块的租金，加捷运局做连开体，由时罕儿基金会开办细型的作业所，为5月份开始迁到今嘛，一直无法度入去。 管委会对于这样身心障碍者不是很了解，他们所想到的可能会觉得是不是会影响房价，是不是会影响租金的收入？影响处计是社区反对社福机构来上界平常的理由，不过以房仲业者经验来看，管委会烦恼其实是无必要。 一般人在过滤的时候，你可能呢也去忌讳的是，你不希望你的邻居是又脏又臭，或者是又吵，然后或者是有其他公共安全上面的问题。但是我们看到的社福机构，它其实没有完全都没有以上这样子的问题。现实的情形是，虽然讲这囡仔积极释出善意，透过公共服务维持社区的清洁，做饼送好厝面隔壁。 不过，伊完不都摆脱无知所带来的社会歧视。你要再上来吗？不要。到尾暗嘛，开军伫老母的陪同下，快快乐乐转去。虽然讲外界纷扰不断，开军家囡仔一员面带微笑，温柔坚毅伫家己的道路上，勇敢向前行。